美国官方有证实，目前呢是当咧甲英特尔公司来敲切10%的股权，也那英特尔方面其实并无回应。也毋过，即马美国官方呢是有暗算，想要透过晶片发的这资金来换台积电、美光也阁有3000的股权。另外，这日本能源集团呢嘛宣布要来投资20亿的美金来做英特尔的前10大的股东。 美国咧甲英特尔讲收购10%股份。美国商务部长罗特尼克表示，入股进程真侪摆强调的晶片自主立场。伊是伫接受美国在政媒体 CNBC 采访时阵表示，咱需要伫本土制造家己的晶片，咱免去离咱有9500英里远，却甲中国近甲敢若80英里的台湾。 The president wants to put America's needs first, both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erspective, and it's a creative idea that has never been done before to ensure that we're both reshoring thes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while also gaining something of it for the American taxpayer. 卢特尼克表示，美国政府可能加做英特尔上大的股东，啊，毋过袂安尼摕到英特尔治理权。 敢若将拜登政府时期的补助转化做川普政府，也就是美国人民的股权。卢特尼克阁暗示，川普总统可能会找找其他得到晶片法补助的公司，达成同款的协议。去年秋天，英特尔表示已经得到将近80亿美金的补助，用伫起工厂。台积电是照这法案得到66亿美金，用伫扩充伫亚利桑那厂的产能。同时，日本能源集团宣布会投资英特尔20亿美金，用股权投资。 形式入股，加做英特尔前10大股东。对这间咧努力转型美国晶片制造商来讲，亲像为因做一支强心针。19当日，英特尔这间因为技术落伫后边缺少较好的产品，落伫回答甲超微后边陷入困境的晶片大厂，估计起将近7%，代表市场对软型资金入股，加政府介入的乐观反应。投资人看好这个动作，应为英特尔带来长期的转机。公司新闻，恩文玲评价。